自2025年8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以德报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撒母耳记上卷24章第19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4章。扫罗对入非利士人倒来的时，有人甲伊讲，大卫踮伫阮基地的旷野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中带特选的兵3000去野山羊山岩遐找大卫甲军队伊的人。扫罗来到路边羊巢附近的山洞，入去要大便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密伫洞内较深的所在。军队大卫的人对伊讲：上主捌甲你讲，我要将你的对手交伫你的手，你通照家己的意思对待伊。等机会来啦，大卫就恬恬仔爬去挂扫罗外衫的衫具。后来，大卫因为挂扫罗的衫具，心内不安，对军队伊的人讲：伊是上主所抹油的王，我绝对毋敢对我的主人，就上主所抹油的，做即款代志伤害伊。大卫用这话阻挡军队伊的人，不准因攻击扫罗。扫罗爬起来，对洞内出去，继续行伊的路。大卫嘛对洞内出去，缀伫扫罗的后面喊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。扫罗回头看，大卫就趴伫涂骹拜伊。大卫对扫罗讲：王啊，你是安怎听人的话讲？大卫想要害你。今仔日你有亲眼看到，你伫洞内的时，上主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毋过我不忍心。我讲，我无要出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伊是上主所抹油的。我的爸啊，你看咧，你外衫的衫具伫我的手呢，我只有挂你的衫具，无甲你杀。安尼，你会当看出我的手无做啥物背逆你的歹代志。我毋捌得罪你，毋过你对着我，要填我的性命。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裁决。愿上主因为你的所做替我报复，我袂出手害你。古早人安尼讲：歹代对歹人出，我袂出手害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掠啥人，要对入啥人，要找死狗掠交走。愿上主做判官，伫你我的中间裁决。愿伊监察，为着我的案件辩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对扫罗讲这话了后，扫罗讲：我的囝大卫，这是你的声哦。扫罗就大声啼哭。伊甲大卫讲：你比我较正，因为你对我真好，我煞颠倒用歹报你。今仔日你的所做表明，你用好对待我，因为上主有将我交伫你的手，毋过你无甲我杀死。人若找到伊的对敌，减话放伊走。愿上主因为今仔日你对我的所做用好报你。当我知你一定会做王，以色列国一定会伫你的统治下建立。所以，你着记上主对我咒詛，你袂糟灭我的后代，袂将我的名对阮的家族撤销。大卫就对扫罗咒詛，然后扫罗倒去伊住的所在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上去山区的要塞。以德报怨。到位有一位90几岁的老姊妹，自细汉伫基督徒家庭长大，因为身材猥琐、自卑、避暑，
透过媒人讲亲情，才缔结姻缘。当初，大家官伫媒人面前向伊的爸母承诺，婚后伊通继续去教会。但是适婚之日，人客散尽了后，大家官就对伊下马威，伊才发现家己进入一个迷信苦毒的家庭，人生的噩梦从此开始。大家毋但禁止伊去教会，阁常常用言语甲伊羞辱。翁婿毋但无认惜伊，阁时常对伊脚揽手拍。后来，因为大家官欠人一堆债务，伊只好甲翁婿离家趁食。迄时拄好台湾营造业兴盛发展，翁某两人日暝拍拼，终于甲债务还清。还清债务了后，大家拄着人就学了伊贤惠。毋过大家对伊的称赞，煞惹来同师仔不满，三番两次设计甲陷害，阁因翁又愿照三顿甲伊毒打。后来大家官相煞过身，翁婿也倒床爬袂起来。总是言语暴力，还是常常有。这位姊妹大可气杀丈夫做伊去，但是伊犹原坚守做家后的本分，照顾丈夫到伊病亡。此后，伊才脱离家暴噩梦，转来到教会。老姊妹伫咧讲述过去互恶毒家暴的噩梦生活时，心情真平静。伊讲伫痛苦中，伊犹原相信上帝会保护伊。虽然登路时经常米点面照被得好，却一点仔也无后悔家己的婚姻，因为有这段婚姻，伊才会当有有效的儿女。这段漫长痛苦的经历，整年的人拢看在眼内，因为伊的坚忍和饶恕，互伊成做庄仔内备受爱戴和尊敬的人物。扫罗持续追杀大卫，得知大卫米甸阮基地附近的荒野，就率领精锐部队来寻索伊的命。伫追杀的途中，扫罗有变异，就到一只山洞内边，拄大卫就米甸这个山洞的深处。大卫的部下认为机会来啦，爱大卫趁机做掉扫罗。但是大卫只是温柔爬到扫罗的身边，赶伊衫躯的一角。事后大卫感觉不安，就甲部下讲：扫罗是上主选立的君王，绝对毋通伤害伊。当扫罗出山洞，大卫也对山洞出来，对扫罗大声喝。伊趴伫涂骹叩拜问扫罗为甚物听信谣言。大卫讲：若假使伊真正要伤害王，早就伫王进入山洞改变的时，听部下话，甲伊杀死咯。为了证明家己有机会杀伊，大卫就甲对扫罗身上挂落来的衫角，互伊看。扫罗看到了后，放声大哭讲：你比我较正，因为你对我真好，我煞颠倒用歹报你。今日你的所做，表明你用好对待我，因为上主有将我交伫你的手，毋过你无甲我杀死。有时阵，咱也会遭受恶意攻击，也是伤害。假使咱有机会回击，是选择以怨报怨，互冤冤相报无完无了，也是亲像大卫，也是亲像这位教会老姊妹共款，
选择饶赦对方，以敌待人，原案拢会当做出正确选择。默想，你捌互倒一寡人伤害过呢？愿上帝医治你受伤的心灵，搁赐你勇气饶赦对方。你捌互倒一寡人伤害过呢？愿上帝医治你受伤的心灵，搁赐你勇气饶赦对方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坚信你是我患难中的避难所和保护者，求你帮助我饶赦伤害我的人，搁会当以德报怨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